大家好，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個人物同埋故事，絕對係華語娛樂圈裏面，無論過咗幾多年，都依然可以霸佔頭條，令到全網沸騰嘅超級風雲事件。試諗下，一個是傑不群的搖滾浪子，一個是芳華絕代的金像獎影后，還有一個是高高在上、空靈絕世的樂壇天后。謝霆鋒、張柏芝同埋王菲呢三個人嘅名字，只要擺埋一齊，就係一部超過20年的現實版連續劇。最近霆鋒嘅一個生日，又將呢段世紀三角戀推上咗風口浪尖，各種復合、分手、分家產嘅傳聞滿天飛。究竟天后王菲點解會黯然離港？張柏芝又係咪真係有望攜子上位，破冰復合？而霆鋒名下高達40億嘅巨額身家，最後又會落入邊個嘅口袋？大家拿定定張凳仔，沖杯靚茶。今日我哋就帶大家撥開雲霧，深入剖析呢段錯綜複雜又令人唏噓嘅神仙愛情故事。記得睇到最後，因為真相往往比電視劇更加出人意表。故事嘅開頭要由8月29日講起。呢一日係謝霆鋒43歲嘅牛一。按照常理，去到呢個年紀，又事業有成，點都會搞個熱熱鬧鬧嘅生日 party 啦。但係霆鋒偏偏有意保持低調，完全冇公開慶祝嘅打算。不過呢，作為相識10幾年的超級閨蜜兼死黨，容祖兒就喺社交平台上面晒出咗兩個人嘅合照。照片裏面，俊男靚女真係非常養眼。祖兒主動攬住霆鋒嘅腰，而霆鋒亦都好自然地搭住祖兒嘅膊頭，好朋友之間嘅親密無間，表露無遺。心水清嘅網民信藤摸瓜去查下佢哋嘅社交賬號，發現原來祖兒同霆鋒嗰陣時都留緊喺香港，睇嚟係特登約埋一齊小聚飲杯嘢，賀一賀個生日。但係問題就嚟啦，全網嘅焦點瞬間轉移去另一個人身上。作為霆鋒相戀多年嘅現任女友王菲呢？呢個重要嘅日子，王菲竟然完全冇現身聚會，社交媒體上亦都見唔到任何祝福嘅字眼。更加令人意外嘅係，有狗仔隊影到，偏偏就喺男朋友生日呢日，王菲帶住行李搭飛機單飛返北京。畫面中嘅王菲一出機場就將行李交俾助手，自己一個人大步流星咁走向保姆車，全程冷若冰霜，同周圍嘅人零交流，留低一個極其落寞嘅背影，睇得出心情麻麻地。呢個舉動一出，成個網絡即刻炸開咗鍋，好多網民紛紛猜測霆鋒同王菲係咪分手啦，定係鬧緊大交？退一萬步講，就算女方唔想公開送祝福，男朋友生日點都應該留喺香港陪佢切個蛋糕啦，點會無端端一個人飛走呢？亦都有唔少人開始質疑佢哋兩個嘅感情究竟係咪真愛？大家諗下，無論是邊個過生日，定係遇到7夕情人節呢啲充滿紀念意義嘅日子，佢哋似乎永遠都係各有各磨，唔係你飛北京，就係我留香港，俾人嘅感覺簡直就好似陌生人咁疏離。難道呢段兜兜轉轉嘅風飛戀又一次走到咗死胡同？要解開呢個謎團，我哋要將時間線稍微往前推少少。講起上嚟，自從今年霆鋒帶住大仔 Lucas 去澳洲滑雪之後，佢就好似冇再返過北京，大部分時間都留喺香港。而王菲呢，生活重心一直都喺北京，間中先去其他地方做嘢。兩口子長期分居兩地，聚少離多，確實係不爭嘅事實。但係最重磅嘅花生其實喺澳洲滑雪嗰陣發生。霆鋒帶住個仔去澳洲玩，享受父子時光，本來係一件好溫馨嘅事。但係眼尖嘅網民喺機場捕捉到咗一個極具戲劇性嘅細節，喺兩父子嘅行李車上面，竟然出現咗一個極具少女心嘅粉紅色行李箱，而且大仔 Lucas 仲非常細心咁幫手將呢個粉色行李箱搬上車。大家諗下，霆鋒咁 man，大仔又係個酷爆嘅後生仔，點會帶個粉紅色 Gap 去滑雪？一時間流言四起。更加巧合嘅係，同一時間前妻張柏芝嘅社交平台 IP 地址
竟然好死唔死都顯示喺澳洲。呢個世界邊有咁多巧合？網民即刻化身福爾摩斯，推斷出當時張柏芝好有可能係陪同兩父子一齊去澳洲出遊。呢個推斷一出，輿論譁然，大家紛紛猜測霆鋒同柏芝係咪因為個仔而關係破冰，甚至有復合嘅可能。講真，就算王菲同霆鋒已經相愛多年，感情深厚，但係見到男朋友同前妻傳出咁似層層嘅緋聞，加埋個仔做中間人，換做係任何一個女人，心裏面點都會有條刺，甚至會呷醋發脾氣。今次王菲喺霆鋒生日獨自飛返北京，究竟係咪因為中間夾雜咗呢啲講唔清、理還亂嘅矛盾呢？如果話感情問題係剪不斷理還亂，咁現實嘅財富分配就更加係照妖鏡。據香港媒體獨家爆料，經過多年喺娛樂圈嘅打拼同埋投資有道，謝霆鋒個人名下嘅資產原來已經靜悄悄地累積到高達40億港幣嘅驚人數字。40億啊，各位，呢個絕對係一個天文數字。但係關於呢筆龐大財富嘅去向，媒體嘅報道卻令人大跌眼鏡。據知情人士透露，霆鋒對於呢筆身家早就已經有晒全盤嘅規劃，佢打算將呢40億一分一毫都留俾自己嘅兩個寶貝仔盧卡斯同埋昆特斯。回想當初，霆鋒迎娶張柏芝嘅時候，曾經信誓旦旦咁許下諾言，我哋未來絕對唔會離婚，我要俾啲細路一個最完整、最幸福嘅家庭。可惜，現實往往比劇本更加殘酷。呢段曾經被譽為金童玉女嘅婚姻，僅僅維持咗幾年就宣告玩完，曾經嘅山盟海誓化為泡影。如果唔係因為中間有兩個親生骨肉作為羈絆，霆鋒同柏芝恐怕早就已經老死不相往來，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離婚僅僅3年之後，霆鋒同王菲上演咗一場轟動全球嘅世紀大復合。雖然愛得轟轟烈烈，但每當有記者或者身邊嘅人追問佢哋幾時會拉埋天窗正式結婚嘅時候，霆鋒嘅態度卻出奇地堅決，斬釘截鐵咁否認有結婚嘅打算。呢一點令到好多普羅大眾跌破眼鏡，大家真係搲爆頭都唔明，點解年輕貌美、肯為霆鋒生下兩個仔嘅張柏芝，最後會輸俾一個大霆鋒足足11歲，經歷過2段婚姻，並且帶着2個女嘅王菲。王菲究竟有咩無與倫比嘅致命魅力，可以令到閱人無數嘅謝霆鋒神魂顛倒，痴迷到呢個地步，甚至連一紙婚書都可以唔在乎？其實講句公道話，除咗王菲本身難以抗拒嘅氣場之外，張柏芝同謝霆鋒呢段婚姻之所以走向滅亡，更大程度上係柏芝輸咗俾佢自己。結咗婚之後，我哋可以肉眼可見咁睇到霆鋒嘅轉變，佢由一個爛玩、唔多理家庭、滿腦子只係追求自由同搖滾嘅叛逆浪子，一步一步咁修心養性，努力蛻變成一個有擔當嘅好丈夫、好爸爸，甚至乎喺2008年爆發嗰場震驚中外，令到全城譁然嘅艷照門醜聞嘅時候，面對鋪天蓋地嘅指責同埋綠帽疑雲，謝霆鋒依然冇動搖過。佢選擇企喺老婆嗰邊，幫柏芝頂住所有壓力，甚至主動喺媒體面前為柏芝開脫，講出邊個冇過去呢啲極其包容嘅說話。作為一個男人，做到呢一步，絕對係仁至義盡。但係遺憾嘅係，經歷過咁大場風波之後，張柏芝似乎並冇學識避嫌。2011年，最致命嘅一擊發生咗。當時柏芝喺搭飛機嘅時候，竟然撞正當年事件嘅男主角陳先生。換做普通人，避之則吉都嚟唔切啦。但係張柏芝嘅操作真係令人窒息，佢竟然主動要求空姐將佢嘅座位調到去陳先生隔籬，兩頭唔覺意咁坐埋一齊，仲要毫不掩飾咁攞部手機出嚟，開心舉 V 字手勢合照留念。呢張照片一曝光，即刻轟動全城。大家試諗下霆鋒當時嘅感受，自己頂住全天下嘅恥笑去保護嘅老婆，竟然轉頭同當年令自己蒙羞嘅男人玩自拍。呢種萬箭穿心嘅痛，霆鋒心入面絕對係五味雜陳，甚至係心死。
但令人始料不及嘅係，喺霆鋒發火之前，張柏芝竟然先發制人。2011年，柏芝喺眾多記者面前大吐苦水，公開指責霆鋒喺屋企唔理啲細路，淨係顧住打機，對老婆冷暴力，不理不睬。面對老婆先發制人嘅公開控訴，謝霆鋒今次冇再為佢辯護，亦都冇對罵，佢只係保持沉默，然後默默地決絕地提出咗離婚。反觀王菲，同樣係經歷過離婚，但你幾時聽過王菲喺公眾面前講過前夫半句壞話？當年竇唯出軌導致兩人婚姻破裂，王菲乾脆利落咁簽紙走人，一句怨言都冇同媒體講過。呢種格局同埋胸襟，高下立判。好多人喜歡用陰謀論去睇風飛戀，懷疑謝霆鋒同張柏芝離婚之後又火速黐埋王菲度，係咪因為王菲做咗第三者插足？但事實嘅真相係，霆鋒同柏芝離婚足足3年之後，先至同王菲仲新行埋一齊，根本就唔存在破壞婚姻呢回事。更加重要嘅一點係，好多人忽略咗一個時間差，相比起張柏芝，王菲先至係謝霆鋒生命中最早出現、刻骨銘心嘅那個女人。時間撥返去20幾年前，當時嘅謝霆鋒背負住極大嘅爭議出道，好多人戴住有色眼鏡睇佢，認為佢不過係一個靠住老豆四哥謝賢嘅人脈同埋金錢，先可以喺娛樂圈橫行霸道嘅二世祖。但係佢哋唔知道，如果佢老豆真係靠得住，霆鋒根本就唔需要咁細個就出嚟賣命。當時嘅謝賢早就已經唔係當年叱咤風雲嘅四哥，佢因為過度揮霍同埋投資失利，搞到前半生嘅家業化為烏有，仲欠下咗一筆天文數字嘅賭債。雖然太太狄波拉一直留喺佢身邊，但最後都被逼到斬斷情絲。而作為兒子嘅霆鋒，就順理成章咁成為咗老豆嘅還債機器。當時謝霆鋒簽賣新劇俾英皇，每次拍戲、唱歌出碟嘅酬勞一發落嚟，老豆就會毫不留情咁攞走90%去填氹。面對台下觀眾嘅噓聲、掟熒光棒嘅嘲諷，以及屋企老豆帶來嘅沉重壓迫，年輕嘅霆鋒內心充滿痛苦同迷茫。佢根本唔知道呢種暗無天日嘅還債日子幾時先會去到盡頭。就喺霆鋒人生最黑暗、最孤立無援嘅時候，王菲出現咗。自從同王菲相戀之後，霆鋒嗰種好似刺蝟一樣嘅戾氣慢慢消失，生活終於感受到一絲溫暖。但當佢哋嘅戀情正式曝光喺公眾視野嗰陣，外界根本冇人睇好。原因好簡單，當時嘅霆鋒啱啱先成年，血氣方剛，而作為佢戀人嘅王菲，唔單止大佢11歲，離過婚仲帶住個女。更加懸殊嘅係地位，王菲當時已經係如日中天、封神嘅歌壇天后，而霆鋒只係一個背負住一身債務、啱啱出道嘅無頭小子。各種難聽嘅說話隨之而來，好多人惡意揣測霆鋒係為咗借天后上位，借機炒作而出賣自己。但係呢兩個人嘅骨子裏面都有住一種藐視世俗嘅清高，佢哋根本唔在乎外界嘅流言蜚語，亦都唔理會彼此之間地位同年齡嘅巨大差距。2000年喺電影《花樣年華》嘅慶功宴結束後，面對門外成群結隊嘅狗仔隊閃光燈，王菲做咗一個震驚中港台嘅舉動，佢大大方方咁行上前，主動拖住謝霆鋒嘅手。雖然當時後生細仔嘅霆鋒被呢個霸氣嘅舉動搞到有少少怕醜同尷尬，跟喺天后身後笑得好似個細路仔咁。但當後來有記者挑釁咁問佢係咪好喜歡王菲嗰陣，霆鋒立刻收起笑容，眼神極其堅定咁回敬咗一句：唔係喜歡，係深愛。就喺大眾開始慢慢接受，甚至被佢哋嘅真情打動嘅時候，一個致命嘅謠言就好似一把尖刀咁刺入咗呢段感情。當時香港娛樂圈突然瘋傳一個極具侮辱性嘅消息，話謝霆鋒嘅好兄弟吳大維同霆鋒打咗個賭，如果霆鋒能夠成功追到高高在上嘅天后王菲，吳大維就會俾100萬美金霆鋒；相反，如果追唔到，霆鋒就要賠100萬美金俾吳大維。呢個消息一出，簡直係晴天霹靂，
引起咗極大嘅轟動同埋憤怒。雖然霆鋒極力否認，斬釘截鐵咁話絕對冇呢回事，但係吳大維喺接受採訪嗰陣，竟然唔覺意咁講漏嘴，含糊其辭咁承認咗呢個賭局嘅存在。究竟呢個係咪無中生有嘅玩笑，我哋外人無從考究，但對於心高氣傲嘅王菲來講，絕對係一個傷害。不過，陷入熱戀嘅王菲選擇咗唔去相信，或者話佢選擇咗原諒同埋唔在乎，為咗向所有人展示自己嘅決心，亦為咗粉碎外界嘅質疑，王菲特意去紋咗一個同霆鋒一模一樣嘅比翼雙飛情侶紋身。天后嘅義無反顧震撼咗所有人。正當全天下都以為佢哋嘅愛情已經堅不可摧，準備步入教堂嘅時候，一場突如其來嘅車禍，徹底改變咗三個人嘅命運。2002年，謝霆鋒住法拉利跑車喺去機場嘅途中發生意外，撞埋路邊嘅花壇，好彩冇撞到人，亦都冇人員傷亡。當時因為趕住去搭飛機，霆鋒做咗一個極度錯誤嘅決定，佢打電話叫公司嘅司機去現場頂替處理，而自己就坐上咗喺後面一直跟着佢嘅張柏芝架車，直接去咗機場飛走。天下冇不透風嘅牆，目擊者好快就認出咗霆鋒同柏芝嘅身份。事件曝光後，即刻引發咗一場滔天嘅輿論風暴。呢個就係當年轟動一時嘅頂包案。社會大眾嚴厲指責霆鋒逃避法律責任，更加致命嘅係，大家開始質疑霆鋒喺感情上一腳踏兩船。深更半夜，孤男寡女，點解張柏芝會駕車跟喺霆鋒後面接佢走？雖然霆鋒事後極力澄清，解釋話同柏芝只係兄妹同好朋友關係，但呢件事已經深深咁刺傷咗王菲嘅心，兩人之間不可挽回咁出現咗巨大嘅裂痕。之後嘅日子，兩人離離合合，分手又復合，復合又冷戰，原本純粹嘅愛情陷入咗痛苦嘅僵局。直到一個男人嘅出現，徹底為呢段千禧年嘅神仙眷侶畫上咗休止符，佢就係李亞鵬。大家要知，霆鋒同王菲當年愛得幾咁高調，着情侶裝，戴情侶戒指，紋情侶紋身。霆鋒甚至曾經使咗接近100萬港幣，投咗一個 F1 嘅特殊車牌作為王菲嘅生日禮物，仲曾經許下豪言壯語，承諾喺自己25歲嗰年一定會向王菲求婚。感情雖然有裂痕，但以王菲嘅性格，絕對唔係隨隨便便一個男人就可以乘虛而入嘅。呢個時候，人稱靖哥哥嘅李亞鵬展現咗佢令人驚嘆嘅追求手段。佢只係用咗簡單但致命嘅3板斧，就成功俘虜咗受傷天后嘅芳心。第一步，金錢加心意嘅攻勢。李亞鵬豪擲100多萬人民幣，瘋狂買下王菲全國巡迴演唱會嘅 VIP 門票，然後免費派俾王菲嘅粉絲。呢一招唔單止俾足咗天后面子，仲成功收買咗大批粉絲嘅心，幫佢樹立咗一個闊綽又深情嘅形象。第二步，投其所好。大家都知王菲最中意打麻雀，李亞鵬就專門組局，仲要喺牌局上瘋狂餵牌俾王菲，專登重張俾佢食糊。打牌贏錢贏到開胃，王菲自然越打越開心，李亞鵬亦順利成為天后牌局上嘅常客。兩人喺搓麻雀嘅笑聲中拉近咗距離。第三步，亦係最致命嘅一步，攻心計。李亞鵬知道王菲最緊張大女竇靖童，於是佢喺童童身上落足心機，為咗幫童童轉入北京最好嘅國際學校，李亞鵬可以毫無架子咁喺學校門口硬生生企足3個鐘頭等校長。平時對童童更加係視如己出，寵愛有加。當年王菲曾經講過一句名言：童童已經有爸爸，我要揾嘅係一個愛人。但係現實歸現實，身為一個母親，尋找另一半始終要顧及女嘅感受。李亞鵬用極大嘅耐心同埋包容，為王菲編織咗一個安穩、世俗但溫暖嘅家嘅幻象。於是李亞鵬靠住呢3板斧，成功抱得美人歸。而另一邊廂，年少氣盛嘅謝霆鋒只能喺演唱會上聲淚俱下咁唱住《啟示錄》，獨自品嘗心碎嘅滋味。2005年7月，王菲同李亞鵬正式步入婚姻嘅殿堂。
但係童話故事從來都唔會教人結咗婚之後點樣生活，佢哋嘅婚後生活並冇外界想象中咁美滿。結婚冇耐，王妃就大肚啦，但喺產檢嗰陣，醫生遺憾咁宣布胎兒患有先天性唇裂。呢個消息對任何父母來講都係一個巨大嘅打擊。當時李亞鵬下意識咁問咗一句：你點睇？就係呢簡簡單單嘅3個字，徹底激怒咗王妃。對王妃來講，孩子有先天缺陷有咩問題？又唔係醫唔好。王妃係一個極其虔誠、有信仰嘅人，生命喺佢眼中係神聖嘅，佢絕對唔會因為胎兒有瑕疵就選擇放棄生命。女女李嫣出世之後，王妃同李亞鵬共同成立咗嫣然天使基金，專門幫助患有兔唇嘅兒童。雖然女女嘅病最終得到咗醫治，但夫妻之間喺價值觀上嘅根本分歧已經埋下咗深深嘅隔閡。而接下來發生嘅一件事，更加係將呢道裂痕撕裂到無法修補嘅地步。王妃天生中意清靜，極度抗拒充滿同臭味嘅商業應酬。李亞鵬明知老婆脾性，但為咗幫自己投資嘅一個鑽石品牌做勢，竟然使出欺騙嘅手段。佢同王妃講係去一個私人性質嘅朋友聚會，王妃信以為真，連妝都冇點化，着住極其普通嘅便服就去咗現場。去到一睇，閃光燈狂閃，周圍全部都係舉住長槍短炮嘅記者。王妃瞬間明白自己俾老公擺上台做咗免費代言人。雖然內心憤怒到極點，但顧及到李亞鵬嘅面子，王妃只能強壓怒火，面如死灰咁企喺台上。李亞鵬完全當睇唔到老婆黑晒嘅面口，仲喺台上口沫橫飛咁念住準備好嘅公關稿，借住今日呢個機會，我要送俾我太太王妃一個大鑽戒，跟住高潮嚟啦！李亞鵬準備咗一個大寶箱，佢原本嘅如意算盤係打開個箱，成群五彩斑斕嘅蝴蝶會浪漫咁飛舞而出，而中間就放住嗰隻閃閃發光嘅鑽戒。結果個箱一打開，全場鴉雀無聲，因為個箱完全唔透氣，被困喺裏面嘅蝴蝶已經全部悶死晒，屍體跌滿一地。當時嘅氣氛尷尬到極點，李亞鵬拎住咗，而王妃嘅臉色已經難看到無法形容。佢完全冇睇過嗰隻價值連城嘅大鑽戒一眼，反而係踎低身，滿眼心痛同憐憫咁，將地下死去的蝴蝶小心翼翼咁捧喺手心。嗰一刻，畫面極其諷刺，一個係滿腦子名利、鑽戒同作秀嘅商人，一個係心痛生命、不食人間煙火嘅信徒。兩個人嘅靈魂根本就唔喺同一個維度。經過呢次蝴蝶事件，兩人嘅婚姻名存實亡。冇過幾耐，王妃喺微博上用一句這一世夫妻緣盡至此，我還好，你也保重，乾淨利落咁宣布離婚。王妃離婚嘅消息一出，無端端成為熱搜第一嘅，竟然係謝霆鋒。其實喺好多心水清嘅網民眼中，霆鋒同柏芝離婚，王妃同李亞鵬離婚，先後恢復單身，根本就唔係巧合。所以無論霆鋒出席咩活動，記者都會死咬住佢唔放，長槍短炮圍剿佢。問嘅問題只有一個：你對王妃離婚有咩睇法？霆鋒初初一直保持風度，重複同一句答案：我唔想評價其他人嘅婚姻。直到有一次，有個膽大包天嘅記者突然大聲問霆鋒：你究竟想唔想同王妃復合啊？一直面無表情嘅謝霆鋒竟然停低咗腳步，嘴角微微上揚，出人意表咁輕輕吐出一個字：想。正當全天下都以為呢個只係男方一廂情願嘅痴心妄想之時，號稱中國第一狗仔嘅卓偉突然爆出咗一張足以載入娛樂圈史冊嘅偷拍相，窗簾背後謝霆鋒同王妃深情擁吻。呢個消息就好似喺娛樂圈投下咗一枚核彈，引發咗10級大地震。風飛世紀大復合終於成真，不過同10幾年轟轟烈烈、要生要死唔同，經歷過各自嘅婚姻、為人父母之後嘅兩個人，今次選擇咗將愛情徹底收埋。佢哋再冇喺媒體面前高調拖手，再冇公開秀恩愛，而係收起鋒芒。
匿埋喺北京嘅四合院入面，靜靜地過屬於佢哋自己嘅小日子，一起遛狗，一起煮飯，將轟轟烈烈化作咗柴米油鹽嘅細水長流。故事講到呢度，大家其實心裏面都已經有個答案。點解美麗動人嘅張柏芝最終冇辦法同謝霆鋒走到最後？因為張柏芝嘅骨子裏面係一個極度缺乏安全感、中意張揚、渴望全世界都關注佢嘅小女人。佢享受將自己嘅生活、伴侶嘅寵愛毫無保留咁展示俾外人睇。但係謝霆鋒經歷咗半生風雨，佢極度重視隱私，甚至曾經為咗保護屋企人而當街打爛記者嘅相機。而王菲呢，佢係一個可以為咗一隻悶死嘅蝴蝶而心痛落淚，卻可以對萬千聚光燈同埋千萬鑽戒視而不見嘅女人。佢嘅高冷，佢嘅純粹，佢嘅精神世界，恰恰就係謝霆鋒疲憊人生中最渴望嘅避風港。兩個同樣感性、同樣堅持自我、靈魂高度契合嘅人，經歷咗20年嘅人生迷宮，繞咗大半個地球，最終都係找回咗彼此，牽手行完下半生。呢啲或者就係冥冥中注定嘅緣分。好啦，今日嘅八卦時間就去到呢度。聽完呢段跌宕起伏嘅世紀之戀，你哋覺得霆鋒同王菲最終會唔會領證結婚？張柏芝又會唔會有新嘅歸宿呢？歡迎喺下面評論區留言同我瘋狂討論。如果你鍾意我今日嘅解說，記得點讚、訂閱、分享，咁就唔會錯過下一期更加勁爆嘅娛樂圈秘聞啦。我哋下次見，拜拜。